人心向善，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。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夷为平地？当一座山推倒以后，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起来。莎士比亚毒药有时也能治病。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，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。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。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，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，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。莎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，对于一个邻居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手，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，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。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，总是带着叹息。莎士比亚不应当急于求成，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，锲而不舍。时间会成全一切，凡事开始最难，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。莎士比亚大海